囡仔红仔册若变做立体，对囡仔来讲，读册就变甲更较趣味。美国的匹兹堡儿童博物馆，阁有艾瑞卡尔囡仔册美术馆，即阵伫咧新竹举办立体红仔册，咱做回来看。透过装置，面头前的叶仔色水不断变化，阁有利用投影的方式，互囡仔会使参绘本内底场景互动。几啊款艺术装置来到现场体验的囡仔，拢生甲真欢喜。 让小朋友可以多接触不同的颜色，这样子，所以来这边体验的话，其实他们就是可以看到他们很快乐，学到那个就是毛毛虫就是进化的过程这样子，这个很有意义吗？对，很有意义啊。美国匹兹堡儿童博物馆甲艾瑞卡尔红仔册美术馆，这站当咧新竹展出这种下当互动体验的立体绘本。主办单位表示，现场展出的红仔图。 对囡仔来讲，拢袂生分，尤其是看到家己认捌的动物，对册内底行出来，要安怎消解，囡仔就会使生出家己的创意。小孩可以透过游戏的方式，感受图画书的情境跟意义，而且它有非常多的无感体验游戏，所以小孩在这个活动之后呢，他会觉得阅读真的非常的有趣，而且之后会更主动的跟更多图画书当好朋友。透过多元游戏过程，开发出家己的创意，是这届展览上主要的目的。 主办单位嘛希望囡仔在未来对阅读更加有兴趣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